挑戰今日分享1分鐘學識靠剪接踢走任何嘢，最啱做旅遊 Reels 嘅開頭。首先要錄一段踢空氣嘅畫面，之後打開 CapCut， 我會先整文字放大嗰下，撳文字，新增文字，打你想打嘅字，揀最後嗰個位放到最大，打上關鍵幀，之後喺臨踢嗰下縮到最細，咁就做完踢文字簡單放大嘅效果。之後再入一段旅行嘅片段，喺呢條片嘅最開頭嗰格撳定鏡，之後撳移除背景，自定移除，揀選你想前一條片踢過嚟嘅嘢，搞掂之後出返去揀重疊，將條片拉到去第一條踢嘢嗰條片度，同頭先文字一樣，做返由縮細放大嘅動作，最好同文字同一時間放大。之後要喺第二條片移除座山，我用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用個天遮住座山，咁呢，就要複製咗第二條片。撳重疊，拉到同上高個時間線對齊，因為我要用個天遮住座山，所以要放大。之後揀遮罩轉長，撳水平，用條水平線遮住座山，咁就會得出冇咗座山嘅效果。之後下個步驟就係放翻個富士山落嚟，撳複製第二條片，撳移除背景，自定移除 ，highlight 咗座富士山，得出個富士山退底嘅效果。之後撳重疊，將佢同第二條片嘅時間線對齊。如果你見到個畫面仲係見唔到座山呢，撳翻圖層，拉翻去前面，喺條片嘅最開頭將座山拉出畫面，之後喺大約1秒之後拉翻原本個位，咁就得出座山跌落嚟嘅感覺。最後想個感覺更加完整，將下面嗰2條片嘅時間線縮短，咁就搞掂啦。